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有好消息，好消息！陳松伶開佢嘅個人演唱會喺邊度啊？就喺灣仔嘅新醫館，期間呢就係2月28號。我喺呢度祝福松松妹妹票房大賣，一切順利，期待2月28號醫館演唱會。唔係鐵打醫館啊，大佬，係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。喂，唔該各位睇清楚啲啦。Hi，松松，我好期待嚟緊喺香港呢個演唱會，2月28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Ben 黃志賢。好快咧，松松咧開演唱會啦，喺2月28號醫館。松松姐姐2月28號喺香港開演唱會，我相信好多你嘅粉絲啊、樂迷啊都會好期待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凱芹，松松姐姐恭喜晒！陳松伶會喺香港開佢嘅個人演唱會啦，喺度預祝佢一切順利，票房大賣。2月28號醫館陳松伶嘅演唱會，大家多多支持啦！我知道咧，陳松伶好快就會做演唱會啦，喺呢度咧恭祝佢大成功 ，Good show！松松今次開嘅個人演唱會票房大賣，一切順利。期待2月28號咧喺醫館睇到你嘅演出。祝福松松今次個人演唱會咧票房大賣，一切順利。期待2月28號響醫館睇你嘅演出。祝松松姐姐喺2月28號咧翻嚟香港呢度咧正式開自己嘅 solo 嘅個人演唱會。咁啊，到時咧大家去到伊利沙伯體育館嗰度支持松松姐姐。大家好，我係米雪。嗱，我知道松松姐姐咧，我不嬲都係咁樣叫佢㗎，就係喺2月28號喺醫館開演唱會。松松 good show！ 松松，我等住睇你嘅 good show 啊！加油！非常期待松松 good show，good show！ 松松姐姐，你票房大賣，一切順利，大家記得去支持松松姐姐啦！預祝你今次嘅演唱會咧大賣，演出成功，加油！松松加油 ，Good show！ 松松 Good show！ 松松 good show！ 2月28號陳松伶演唱會 Good show！